啥子情况？要吧？睡觉。My hair. 去那个玩具反斗城买那个礼品，防闪烁自动开了自动，应该在右手边吧。对面就到了。哎，这边不能。低光模式下不能放大缩小啊，怎么低光模式下是不行呢？这个角度20毫米，然后 f 2.8，以前是2.0哦，以前是 f1.8，这个稍微退了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效果还非常好啊。但是我没用过 Poco 的1和2都没用过，现在用那个 Poco 3，那个带中了儿子2个小朋友买礼品，那个6、7岁嘛，5、6岁吧，哦，都小学，买男孩子喜欢的。不知道买个男孩子喜欢的，不知道是谁呀？这些。哇，恐龙，星星，对焦可以，反应很快。就这个模式下，低光模式不能那个变焦、放大、缩小不行，这个都被躺地下了。啥嘞？哇，400，500，啥嘞？这种。还有个儿子噻，他这个他的都是啥子都是要这个买就是这么大进来个买东好的。这种，这是夏天玩的吧？哎，不是吧？这个是这种的话不好的。为啥呢？乐高嘛，这些是小朋友玩的吧？买枪啊，买火车吗？今天晚上拿去拍那个现场试一下，就是距离超广角的话，怎么说呢？
有可能人脸看得清楚吧？这个是车子。遥控的大脚怪，这是2个孩子啊！你买2个嘛？哦，我那个麦克风没带，就是外置的一个麦克风，399，120。只有你。这个是直流。所以我们家那个孩子买了好多，都没有玩儿，买了玩儿1、2次，最多每个车买回去最多用个几分钟吧，应该就报废了。不是报废就放在一边没用了，就闲置了嘛。这些的话不实用吧？这个多实。模型。阿玛斯。这些无人机没必要买啊，不是没必要，我是对我们有必要，别人有必要。买啥嘞？太拉拉嘞！买啥？不准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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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叫！过来叫！要抱没有抱啊？来吧，来吧，抱起热的嘛，抱起不热嘛？你。我拍了4K30，低温模式只有4K30，拍了10分钟。3岁加3岁的，这个是多少？8岁以上，3岁以上，这个要8岁。这个8岁，这个呢，3岁以上。这个3岁以上。这些呢，这些封面倒是很漂亮，但是不知道里面啥样子都不知道。是这些玩具模型、玩具车套装，给他买个直升机。3岁以上，3岁。我买个
哎，这乐飞怎么像乐高的那个标志呢？好像乐高的标志哦，是不是一家的？这个多少岁？这个的长了不知道。这3岁以上，我不知道那个5、6岁的小孩子喜欢啥啊？眼花缭乱的，声音比较小哦，没对着说，应该距离30公分、40公分。闻机器的味道是很新的那种香味，嘿嘿。应该不发烫。这些呢？叉车天地这个为什么卖200多？这169卖52。都是越南产的，没有中国产的。中国被抛弃了，别的比中国早一点，有技术含量的那个脱钩了嘛。僵尸，国内平台都没必要发4K，我就发1080。我这个4K放 YouTube 上面试一下，但是里面有背景音乐啊，那个有背景音乐。有一个这个。有这个，下边有一个。3岁。上来转一下，转。变形金刚。这些。奥特曼。哇，3250多，2500、3000多，3000、2000多，700多。买啥呀？眼花缭乱的。超级飞侠，这些国内品牌吧，国内动画片的也比较多。
你送人的话，真的不好选哦，因为你不知道孩子喜欢什么。他有些没玩过的，有些他不喜欢，说明你送了之后他喜欢了。罗高的价格就不一样喽，都没打折啊。罗高不去直运店买吧？罗高直运店。哎，对啊，对面就是啊。因为罗高的话，很多都喜欢吧，所有小孩子都喜欢吧。罗高没有便宜的，哎呦，这些贵，哇塞，这些。乐高咋办？买啥？提前给我65折，这个没办法了。此货叫不参加。299。这女孩子的几点钟？5点了，我靠，怎么办？早点买，买了之后就走。中国积木。这是女孩子的吧？不是。主要是2个小朋友，你买1个的话也不好啊，买2个的话，高达不知道喜不喜欢。哦，真的不好办哦，我还是买其他的吧，这个太贵了，预算只有那么多，预算只有600多吧，6到800。小心！乐高品牌，那我去，现在5点钟嘛，5点过8分，怎么办呢？买啥子呢？我可以让你钱，我又不是生气，我很穷啊。女孩子的。你们是玩偶布娃娃，他们肯定不喜欢这些吧？5点钟，我现在出去。哎，啥？
仅售179元。迷你美眉粉红行李箱酒店特别版，促销价每款仅售299元。